大家好，我係碧桂園10年認吞珍姐啊，今日過嚟拍碧桂園10年認吞2期嗰套靚嘅房啊，業主當時2018年買到嚟60幾萬，而家總價值東向啊21樓哈，業主全部裝修過，一上乜嘢做緊儀式全部刷過啊，大萬家私家電買啦哈，而家總價只需要24萬8，你睇家私全部配到一套啦，顏色一樣，不過跟住密碼鎖係貴。啊，睇睇保養都非常好啊！兩個房都係小東的，空調乜嘢都裝好啦，面積係69平啦啊！呢個係子養房，櫃子乜嘢都俾你配飾俾你啊！落地窗睇到嘢好靚啊！呢度睇落去，整體保養非常好。2期心靈喺呢，樓下就係有一個268公交車去深圳搭沙田地鐵口，只需要3蚊紙，仲有去深圳6號福田個業主巴士25蚊紙坐，然後呢度有業主食堂啊，社企醫院啊都有哈，呢市房業主搞到非常乾淨啊！而家係拎包入住啊，同盤制手啊，即買即住啊！而家急售有興趣直接約我10年認吞珍姐睇樓，也可以了解更多選房啊！拜拜。